版的新闻。高雄办公大楼的施工，那像烧拍颠倒火，有6个工人受伤。市府查到工人拢无防护用品，下令停工，而且开发。美国各地又搁发起反对总统川普的游行，抗议关税、赶走移民等等的政策，估计有超过500万人上街头。今仔日是24届开的国舞，民间传统是查某囝爱穿低卡面衫，和后头厝的老母者，嘛有人讲是台湾版的母亲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今仔日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到高雄办公大楼是传出在做变电工程，所以像烧拍颠倒火，造成6个工人受伤。发生事故的楼层是海霸王集团正在改建的新饭店，业者表示会来理清事故的原因，要求包商要改进。因为高雄市府嘛派人去稽查，发现到工人拢无防护用品，所以已经下令停工，而且依法对包商甲所有权人来开罚。救护车赶到现场，协助受伤的人就医。高雄办公大楼20发生工案事故，有电力工班早起到71楼做变电工程的时，亲像电线漏电，造成6名工人受伤，好在无生命的危险。救护车有送4位那个同仁啊，都是清醒的，都是清醒的。然后那个大概就是轻微的灼伤，然后还有那个吸入性的那个呛伤，都是清醒。然后另外有2位同仁，他们是自己自行就医。其他楼层工人伫1楼豪华等待事故排除，消防人员入去现场了后，发现有超微大的混液，不过已经无导火状况。根据了解，事故楼层属于海霸王集团刘备中的新饭店，去年起进行古内装拆除作业，早起工人准备断电时间，不过拄断电就出现熊熊烧起来。后续的这些照顾，这个我们会去顾到。我们也请了公司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就会有漏电的这个情况产生。然后我们要重新制定新的这个工作 SOP， 以后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海霸王表示会理清事故的原因，要求包商改进。市府派人稽查了后，发现相关欠点，干部局会以建筑法对厝的所有权人处6万罚款，劳工局也以这项法处罚包商。劳检处初步调查，研判系雇主为使劳工代用绝缘用防护具或使用活线作业用器具而造灾，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最高可处新台币30万元的罚款，并移起地检署追究雇主责任。除了批度市府也下令包商停工，对此海霸王回应：饭店无有设开业期程，一切依现场进度，但拆除完成才进场装修，会配合市府停工，后手才做调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联署造假的争议。高雄罢免立委柯志杰甲黄捷的负责人池上贤，伫咧昨暗成压核准。不过罢免团体总部今仔日是出面来否认操党员名单这个行为，嘛强调联署的行动是继续来进行。即马全台大罢免是互调野愈来愈对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拍算要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日来举行在野领袖峰会，加强南北合作。检调技术侦办不实联署案，高雄地检署搜查罢免民进党立委柯志杰，也有黄捷的总部负责人池上贤19暗时做着法院裁定归案禁见。民进党立委黄捷讲，2个罢免案负责人承认抄名册做着归案，背后主标应该出面来承担。今天双罢节的负责人已经承认是他亲手抄的名单，负责提供名册的人在哪里？背后的主谋应该要尽快的出面说明，并且承担责任。怎么会有抄名册的事情？没有，可能有些写了潦草，可能有些笔误，或是有些不清楚地方，我们志工经过查证之后，来重新誊稿，誊稿之后，我们也电话请当事人回来补签个名。罢免团体总部20召开记者会，贺林大签的讲法，强调联署行动会继续进行，警告一兵一卒达成目标。大罢免加深调野对立，
也那周办案提出的祷告议题也受到关心甲注意。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号召群众二六集合伫凯道建独裁，也要伫22甲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举行加民主幸福台湾的在野领袖峰会。朱立伦强调，强化甲民众党合作是必然的。今天民众谈倒阁，都是要倒掉赖清德，不是针对的是他的稻草人左荣泰。不要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制造蓝白对立，更不要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分裂在野党、分裂国民党。我们一定会团结一致。如果不是要进行福国利民的政策讨论，只是奠基于祸国殃民的政治操作，彼此来进行权力的交换，来获得打击执政党、打击自己的国家，那这场高峰会议存在的意义，实在毫不正向，也毫不正当。警方也侦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立委谢龙介发言人杨迪吴这人，号召群众17暗时到北检外口涉嫌违法集会这个案件。除了报车检察官指挥侦办，俊也正伫整理相关的资料，收集影像。警方最近也通知朱立伦这3个人到案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金门马祖地区由关系大雾影响到金门机场的航班暂停起降。这款高大雾的天气预估会维持到拜3为止。另外，今仔日开始到拜日，各地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到拜3，方面通过，水汽又会增加。开车伫路的头前是白茫茫，拢予大雾打掉咧。气象署礼拜透早对马祖甲金门发布高雾特报，早起出现能见度无到200公尺现象。金门机场早时7点宣布航班暂停起降，一直到9点41分才恢复。总计9架次航班受影响。也若高雾打掉的情形，怕乱航班的情况，有计继续到23。我的现在心情想说，已经经过前面的5天了，那现在觉得好准了。现在已经延迟2小时了，我们现在都没办法起飞，现在大家都在等，看这么多人起飞。8假日无落雨时阵，西门町游客来踅街。气象署预估21到22水气减少，台湾各地尤其是北部甲中南部上高温会到36度。东南部地区有可能会有小风发生，不过对23方面通过水汽增加，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一直到25、26，水汽依然较侪，北部、东北部感受会较凉，中部以北甲东半部、恒春半岛拢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可能。23号之后的降雨其实都会是比较偏多，而且降雨几率也是偏高的情形。至于在25、26号，则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甚至会有华南云雨区移入台湾，因此水汽也都会是比较偏多一点的状况。整体天气系统变化快速，未来1礼拜无雨的时阵，天气较翕热，会记最好防晒日头、补水，预防热伤害。局部地区落雨时，可能会是有剧烈天气的情形，像是强阵风也是会弹雷公这情形。民众出关时阵会记早这个雨伞号码备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各地又个发起反对总统川普的游行，来抗议关税、甲赶走移民等等一寡政策，估计有超过500万人上街头。特别是伫咧华府的抗议民众，因认为川普根本就拢无咧管正当的法律程序，就连最高法院的命令，伊嘛拢无咧插，反倒川普会互美国走向独裁。举着标语旗仔，美国法会民众行伫街路，诉求爱美国总统川普马上落台。各天我军人真属伤过激动，互警方拘留。美国各地伫当地19个一摆团体发起反川普5抗1的运动，主办单位预估，包括华府、纽约市、芝加哥这些所在，上街路抗议民众超过500万人。华府的抗议民众组织伫白宫头前的立法院广场，表达对川普政府实施的驱赶移民、联邦政府财权停止大学的联邦监管，还有对加沙俄乌战争进行的不满，特别是伫错误遣返29岁男子贾西亚去萨尔瓦多，政府却无愿意申请错误。或者甲人送倒来美国了后，和民众的不满达到上悬，认为川普做代志无咧管正当的法律程序，佮无爱插最高法院要求甲杰西亚带倒来的命令，认为法院佮国会无法度执行川普，可能会和美国加早独裁主义。The Trump fascist regime must go now. Due process. That's the first thing they come for, is to take away our due process.
有民众表示，原本唔望明年期中选举当改变暂时的政策，也毋过川普公布一个接一个有破坏性的政策，互民众烦恼等袂到明年。暂时美国甲咧对关税甲伊朗的核问题做谈判。韩国媒体报道，美国甲韩国各个伫一礼拜以来，伫华府举办2加2的会谈，伊有双方的经济甲贸易高站对关税啊个贸易合作这议题来做协商。另外，美国甲伊朗19伫意大利罗马的阿曼大使馆已经完成第2轮的核谈判。伊朗的国交部长阿拉奇表示，这个谈判是真有建设性，会继续推进谈判进度。后一轮的政府谈判伫26日，双方的专家会议各个伫23进行。国视新闻台是董冰玉。罗欧停战的和平协议是一直拢超袂好势，因过即阵罗西亚总统普廷提出要伫咧因当政交的复活节，也就是4月27天，要暂时停火30点钟。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讲，罗西亚若真是停止攻击，因嘛同款的停火。Руководствуясь гуманитарными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и, сегодня с 18:00 часов до 00 часов с воскресенья на понедельник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объявляет пасхальное перемирие. 俄罗斯总统普廷伫当地19甲总参谋长开会时阵，讲要伫复活节停火30点钟，要求前线部队全面停止攻击。对于普廷单方面决定停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社群平台 X 发出声明，表示若是俄罗斯真正无条件停火，乌克兰会采取同款的回应。也毋过嘛，伫声明内底批评俄罗斯对进前讲好的30天停火和平协议，已经39天无回应，依然继续攻击经济前线地区，提醒民众毋通凊彩相信俄罗斯的话。对此，乌克兰的民众嘛表明无法度信任俄国的话。Ця людина не договороспособна, він не вміє домовлятися, він вміє тільки силою брати. Ні, в заяву цю я не вірю. А чому? Тому що Росія країна-терорист, по-перше, і вони постійно обманюють міжнародну спільноту. 在伫普廷宣布暂时停火了后，伫同款时区的乌克兰基辅甲其他城市，伫暗时接近7点左右，空袭警报又开始打。虽然警报声只有维持15分钟，不过泽伦斯基嘛搁一摆发文批评，为俄罗斯的无人机飞伫乌克兰真济所在空中因看出，普廷搁一摆无顾人命。美国西帕大学的教授嘛是前美国驻乔治亚大使伊恩凯利分析，普廷宣布暂时停火，有可能是受到进前一天美国想要退出协助谈判的警告，想要用这款的方式来安达美国继续协助谈判，来换出美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公司新闻台是董冰玉。为了要防范中国的间谍，国防部有建立接触机密资格认证的机制，会依照派去做机密的工作内容，或者是接触机密的等级范围来进行查核，每3天定期办理。因为美国华府智库是指出，中国透过法律战、经济胁迫等等军事以外手段，伫咧对台湾施压，而且伫明年地方选举进前是会愈加强施压，进一步来干涉2028年的总统大选。近年来，一直发生重大案，被起诉人内底，现役退役军人占6成，为防止中共继续渗透，国防部建立专员，接触机密资格认证机制，伊派任机密职务也是涉密等级范围，演绎国军涉密人员安全调查计划，原则上每3年定期办理。原则上是3年，但如果他揭秘的这个等级提升，或者有职务异动等等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再进行查核。国防部说明，会依照绝对机密、机密，也个密接等级实施无同深度查核。上严格是会伫7年内继续深度查核。查核项目包含是毋是牵涉品德甲违纪犯法者不良记录，并且函请相关部会就载税和警甲警管者协助来调查，审查官兵是毋是有接触机密的规范顾虑。结果会建立档案放伫国军电子兵组的系统，加最有效人士派置的参考依据。不再以你的官职等来区分，而是以这个揭秘的情形。我想这样可以更机动、弹性、有效的应对这种就是揭秘人员的查核需要。另外，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上新报告是探讨中共经由法律战、经济来胁迫这非军事手段对台湾施加压力，想要一步一步对台湾进行政治控制，并且分析伫咱国2026年地方选举进前，中共继续加强相关的施加压力，并且对这场选举内底有半中共安怎干污染2028总统大选。这篇报告他提到另外一个重点，当然就是他认为
北京目前有可能触统重于反独，认为说目前习近平的企图有可能有加快的一个方向。学者指出，以有2027年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个习近平有可能在中共21代争取第4任连任的时间点。虽然有期的是这2-3年，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吓，敢来增加未减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逢甲商圈昨小连续发生2件偷袭的案件，一个是63岁，另外一个19岁，2个查甫人是涉嫌用手机共偷袭。受害女性当场报案指认，警方是依照现行法甲因逮捕上班。拜六暗时，台中逢甲商圈人来去，数一名男子被民众压制在地。原警得到消息，福兴逢甲路口有人偷袭查某囡仔的裙底，马上赶到现场。他拍你吗？他还有谁？他拍我们2个，有人跟我们说他在录影。警方表示，代志发生在19号暗时，63岁老姓嫌犯疑似趁查某囡仔无注意，以手机偷袭，扣其他民众压制。同一个路口半点钟进前，也有另外一个偷袭的案件。你拍人家哪里的？兄弟。19岁单姓嫌犯当场承认偷袭女性的裙底，警方经过民众指证，查扣2个人的手机跟影像，以现行犯逮捕。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依法将2人逮捕，查扣手机及相关影像后，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保护好自己，然后就是可能随身带防喷雾剂这样子。一个暗时连续发生偷袭，商圈附近的住户甲学生听到消息，拢感觉真惊吓，表示最近会特别注意人身安全。警方初步调查，2个案件无关联性，是个别的犯案。随后将2名嫌犯以刑法妨害秘密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公视新闻台中报道。高雄机场的航警拿查到一个查甫人，伊讲要去泰国替人买黄金，讲一抓是会当赚3万块。因过伊煞干那飞往柬埔寨单程机票，好佳在是互人主动才无受骗。另外，去年有4个人哄骗讲要去泰国做工课，事实是要去做诈骗或者是拔器官。这嫌犯已经互检方起诉，法院裁定 INR。简单呢。航警考劝民众莫坐飞轮机，因为这个民众当有单程机票，要对高雄飞越南，才搁转去柬埔寨。伊18到高雄机场柜台报到的时阵，业者怀疑有问题，赶紧通报。联系民众是透过通讯软体与绰号阿生的不明人士联系，对方以代购黄金、工作轻松、当日往返每趟可赚3万元为理由，诱骗其出境。民众听警方分析了后，取消出国，但警方调查的时阵发现，唔哪林男受骗。林姓友人送信民众亦有接受类似的工作委托，并预计在4月21日飞往泰国代购黄金。警方查之后立即扩大追查。诈骗集团利用金价起顶议题骗人出国，加在航警有将人抓落来。去年一个单身男性嘛以出国工作的名义骗人去泰国，才将人卖予外国集团去做诈骗，还是买卖器官，有4个人受害。桃园地检署最近以人口贩运防制法起诉单嫌，法院裁定 NR。佛牌啦、客服啦、博弈啦、帮人家换汇啦、背黄金啦，这其实都是围绕在那些所谓的洗钱的这个圈子。为什么会需要你去泰国搬黄金啊？泰国人不能搬，缅甸人不能搬啊，就是走私嘛。反诈协会表示，因为薪水悬出国的民众，大多数拢知影是要去做诈骗等违法的头路，呼吁民众唔通涉险。警方嘛提醒民众找头路爱多多查证，以免去到了。公视新闻陈环宇、陈显坤高雄桃园报道。今仔日是24节开的国语，有一句俗语话讲：国语保老母，立夏保老爸。民间传统是会伫咧国语即天，查某囝穿猪骹面线，互后头厝的老母食一个身体养健保平安。所以嘛有人讲，这国语也就是咱台湾版的母亲节。一大鼎 QQQ 的猪骹，一碗芳过一碗。猪骹面线伫台湾代表添寿保平安的意思。较早咧做生日，拢会食猪骹面线。礼拜是24节开的国语，伫国语即天有人甲合作台版的母亲节，查某囝通准备猪骹面线当外家。店头家表示，这是真传统的例。虽然即马较少人咧做，毋过要是有人伫国语到入夏即个期间会来买猪骹当去互时大，而且无共部位拢有特别的含义。一般吼。猪骹骹地就讲食过运的啦，腿肉就食富贵的啦，猪尾就食迄个
迄个算敢若讲大富大贵，年互你年头好甲年尾安尼啦。对，猪脚面线啊，对对对，然后这是一种传统嘛，对吧？文化传统，对，习惯。俗语讲国语保老母，立批保老爸，意思就是嫁出去的查某囝，伫国语之间爱穿猪脚面线，摕转去外家互老母，代表有效替老母添配寿，食到身体会用惊。国语保老母，就是讲伫即天吼，查某囝会使转去看老母，啊，要选好食的物件互老母补身体。啊，其实主要以前的人拢是买猪脚面线，面线代表长岁寿，啊，猪脚。咱以前的人拢食啥补啥，食骹补骹。啊，人若要健康，就是两支骹爱足够行。但伊国文表示，这算是古早咧，以前的人传落来的。伫咧国语会当转去和老爸老母见面一个，早是寡好康的转去，也是维持亲情的一种真好的办法。不过目前大家犹原较关心过国际上认定5月份的迄个母亲节，不管是台版或者是国际版的母亲节，拢是咧提醒做人囝儿爱感谢阿母的温情。记者中嘉嘅曾俊佑台北新北报道。嘉义市举办母语日的活动，邀请到学校也有民间的母语推广单位做伙来欣赏传统歌谣、搭喙鼓，也有歌戏的表演，叫大家做伙来学习台语、传承文化。大人甲囡仔伫当来体验讲母语的活动，有生活名词，嘛有俗谚语，也是母语绘本的小解。舞台顶阁有歌谣、搭喙鼓的表演。嘉义市举办母语日的活动，向民众来分享母语推广的成果。即卖囡仔对伊来讲，伊即个时间，拄啊拢是即个有咱语言的一个黄金时期。啊，你真自然发展，真自然甲学，等到学得较济，学得较紧。学校就表示，伫即卖全球化的环境当中，母语的使用是愈来愈重要，所以除了需要趣味佮生活化的课程以外，透过传统文化的结合，嘛有学习语言有传承文化的意义。不管嘛是爱有念词啦，念词唱曲啊，对这个母语的传承较有一个完整性啦，有一个母语的自信心啦，会知影讲这个物件吼，咱前人留落来的物件，即摆嘛是爱继续来使用。互大家知影讲，母语是咱台湾社会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即摆囡仔拢是国语也是英语，所以咱来推广这个母语，互咱知影讲母语对咱文化的传承。嘉义市教育处指出，母语是文化的根，结合社区甲学校的语言文化成果，展现学校对母语推广的多元性。希望透过这种方式，互少年囡仔会晓听、会晓讲，增加因对自我文化的认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去年403花莲大地震，也有今年初大埔地震，对台湾是造成真大伤害。回顾台湾的历史，上严重的就是1935年台中新竹的墩仔卡大地震，造成3200多个人死亡，伤亡的人数超过921大地震。明仔载就是4月2日，也就是墩仔卡大地震的90周年。稍等的7点半，台湾技术部节目就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段历史。发生在1935年4月2日透早6点02分的新竹台中大地震，规模7.1。地震中心在大安客中油甲关渡山附近。这个地震造成苏东市的新竹州甲台中州3279个人死亡，12000多人着轻重伤。规个岛区甲岛一半的厝有甲5万外户。这个损失若以苏东市的台票来算，差不多是3700万。伤亡的人数超过921大地震。这个95岁阿婆是墩仔卡大地震的见证者，伊住咧清水。地震发生迄一年，伊才4岁，甲伊5岁阿姊两个人靠家己的力量，伫咧放弃的厝内底逃过一劫。我若到那这请呀，咱要找无阿嬷，真咧排队迄个门哦倒落去啊。安尼空啊！阮两个大汉，我若这就排队迄空出来。这是新光区的新庄仔。1935年发生地震的时阵，规个庄仔头150户的厝，规个拢倒去。迄当阵才有住1100多人。然后死亡的，就死161个，等于7个人就死1个。受伤的640几个。有一寡老岁仔咧讲吼，就听到你有时听到会流目屎。这是台湾近代历史上死亡人数上侪大地震。
外头看这段过去，嘛提醒咱国的民众对地动都要提悬警觉，也有预防地动灾害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再回来关心各地头气象，北部地区23度至33度，中部地区23度至32度，南部地区23度至34度，东部地区24度至30度。还有外岛地区20度至28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丁雅纯。小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谱，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